想看啊，这个比较有抓到这希腊文的意思。希腊文的意思呢，被用字词直接翻译，就是唔通去用自己比这个世界的模子。你若要看较清楚的，看咱今日周报迄个封面，我写一篇文章叫 Cupcake 甲变形金刚吼，我有内面更较清楚的解说。吼，就是讲保罗讲，你唔通去用世界吼，用世界的价值甲你安那，甲你塑造成做这个款式，安尼你会甲世界同款。你不要被世界形塑了，去用世界给它定型了，反而是要怎么？和本翻说心意变化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意思是翻对的哈，是讲另爱变化。好，你们要被 transformed， 你们要被转换，是借着什么？是被你的心，你的心思，你的 mind， 你的心思要更新，爱换新的。你的心思若换新的，你会去有圣性来转换。保罗要讲的重点就是，你的生命爱转换，靠着你的心思会更新。这就是哇，各位兄弟，这个就是活的意思。这个就是你这个祭物比你这个祭面，的确就爱是哇的，迄个重点就是伫遮。你若无够哇，各位兄弟，你的心思不会更新，你的生命无可能该转换，你会一直照原本的做法在做，你会而且很不幸的，你这个原本的做法，那是伫世界浸伤久，安尼就是世界。迄个价值把我们控制住了。各位兄弟，这是保罗在讲一开始1、2节上重要伊个核心，就是讲当咱基督徒那真正有一个会当更新的心思的 mind， 然后生命伫圣性内面做 transformed 转换的时阵，才有可能。做伫后壁，咱头前讲的遐个代志，就是咱会当去尊重、欣赏，甲咱无共款的人。咱看到无共款，各位兄弟，这是人的本性。我们看到不一样，第一个反应是拒绝，你相不相信？我们看到不一样，第一个反应都是拒绝。然后我告诉你，各位兄弟，新的就是不一样的，新的通常都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会拒绝。如果咱无够哇，我们没有准备好那个活的心思，咱无法度，就算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咱无法度和圣行来 transform 的，来转换，那个生命的改变是非常的困难的。所以，如果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查验，我们可以分辨得出来上帝的心意啊。这个上帝的心意是善良的、可喜悦的，然后是完全的。我不晓得为什么连这一句，咱的和合本都要翻成这个上帝是善良，和合本怎么翻？纯全可喜悦的，他连这个都要把它倒过来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。所以，各位兄弟，读圣经常常读我们的汉语文献经袂歹啊。常常我发现伊会较准啊，他的比较准啊。最后，各位兄弟，我还是要再提醒一次，咱真做一个身躯内面无相同的肢体，所以拜托的，咱爱尊重、欣赏咱兄弟姊妹甲咱无共款的所在。无论是立场，无论是做法，还是无论是思想，爱去尊重甲欣赏。第二，咱较谨慎，爱做谨慎，以家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。我不爱讲不要这样做，我要说的是谨慎这样做，因为常常
咱无共款的温数，徛伫无共款的职位，咱伫做的要求的迄个条件甲标准是无共款的。咱会当做好心的提醒，毋过咱再较做谨慎，去用咱家己的标准要求别人。第三，就是咱大家互相帮补，把这个不一样当作是一个助力，是帮咱的力量，毋通互这个不一样，只是变成阻力。好，所以有一个态度，咱要截长补短，互相的帮补。所以不是重点，这几个集体要被彰显出来，哪一个肢体应该被放弃，应该被遗弃，都不是。重点是伫咱规个身体在和谐。这才是上帝要看到的。上帝不会想看某一个肢体特别厉害，他要看这个身体很健康。搁一届，虽然我家己讲啊遐济，毋过我知到济人的心艰苦。搁一届，大家会师咧，咱同心来祈祷。